身旁，为什么我却感到无助彷徨？你笑着要我别再沮丧，少了你，人生更要勇敢坚强。为我写下动人诗句，在这温柔的告别时刻，漫长的无光岁月里，这将是我仅有的快乐。声音是黑，希望是黑，谁都无法阻止我顽强跟着你飞，唱着你爱听的歌。宿舍是黑，未来是黑，就算空气让我们变成一片白色，我也会记得你手心的温热。准备，好来，5、4、3、2。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一峰。今天我们228少了一个之后，这样子节目邀请到3位特别的来宾。第一位来宾是吕松海先生，第二位来宾是林丽淑女士，第3位是文史工作者张文怡老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要来沟通，或者是去挖掘一个在宜兰头城发生的228事件。这些人都是一群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守本分，而且持续在做自己日常工作的人。但是当时那个年代，在那样子的一个气氛下，你就算是安守本分，也可能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一个坑的前面，枪决之后埋在这个坑里头。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发生在头城庆元宫前面228的事件的 VCR。你做228口述历史遇到困难是什么？困难有好几种了。第一个，家属很难找啊；另外一个，办活动的时候，情治单位也会来主动表示关心啊。歹势，第一摆上天师挨着愈亲紧张，唔就应该看得出来吼。我来小结一下，26年前，总文医写《加巴兰英200》那本书，其中的阿爸，我记得该两次佢带点细细的爱，还有阿姊拜访各地的228受难家属，故所制作单位拜托阿爸，天数联络头上的228受难家属，经验是就老条路才跑落的，带点几千人的宜兰变上变下，想要写出一群正常做事的人想失去性命的故事。1947年3月19日半夜，创业上打破头上整个店庆，天阴一大早到夜下的庆元宫广场，动作太快了，卖点7个死神，
宜兰警察科体力科中也封固，宜兰警察李金发来阿图还有侦查日本的刺激的原因。听讲，迄因为无认同当时警务科长罗泰维90分钟杀本人保严肃。照家属嘅讲法，宜兰医院院长郭宗彦、宜兰农教嘅体力教长苏耀邦，伫228期间，迄228嘅处理委员，因为强压处理传染病嘅问题，调查当时宜兰市长朱振中，但因台湾银行宜兰分行行员嘅林彩玲，迄因为一群军人爱量公款，思想无判好，无本地的两千杀本人公布实数，但切实原本爱做去大马沿海边填海。就喺亚开嘅作安好，所以因为佢嘅团体就停伫去研究条件，做一摆仔细。伫罗东贵州度，从天会看到一位目珠看唔到嘅老人家，佢请好唱歌嘅带本小朋友欢乐。伫头上228事件度，切实杜方就有4个警察受难。我哋寻到其中警务科体力科长也封固嘅微错叶朝前，其中迄个请好唱歌嘅老人家，伫个等下了来。我要甲你带福建，你教我安尼，啊我教的人送迄落啊嘛，对无？是啥物代志？无啦，是要讲员工2礼拜去头层的代志，啊因为讲咱。我就知影，我就讲，啊，我也未先人，我。是啦，阿伯知影啥物就讲，阿姨嘛袂乱讲啊。我要开什么乱讲，咱无什么通讲啦。他是急性性病啊，无经过我。一个现场本来有点无急无实，唔知系唔系因为系啲个惊228嘅事情，阿姨嘅掠条通作爱团，唔知系唔系为咗爱保护128。128讲228发生嘅事件，其实切实听听。宜兰县府政事务所嘅资料有讲过，父亲以事变时外出失踪，查无人心。1947年2月8发生吼，啊，阮爸爸是3月18从遐去，3月19随家再去要投城迄边探海，遐其中吼讲桥未当过啦，吼。做正来头城，即庆安乡遐，吼，咱都马都经行遐，遐解决。台湾公放后，当228发生期间，参议政府展现了言论自由的空间，鼓励是非结杀。人民对未来开始有更多的想象。老到台日本出名过后，台湾人总算做得出头天的。不过文化背景无强的统治者。展现出来嘅贪污，老对台湾人嘅无信任，深迷还是对新嘅春天失望嘅。遐这张相片哦，是阮阿嬷去做新闻口的时伊藏的，迄阮老爸在生的时纪念的相片。甲我咱资料讲过，今年有探索来只强班，探索就系太甲海以北。苗栗、新竹，一直到台北市，做哋看出有当多系宜兰人，都系对客家地区驶过来嘅。到夜下宜兰有当多唔晓讲客嘅好老客，就连阿爸，每喺啲礼拜嘅采访当中，都发现到其身上有留定客家嘅血脉。客家习嘅苏南微错立场来讲，加工就系讨厌这片嘅客家人。因为阮厝的是采贵姓王。啊，采贵姓王啊，那一定是那个客家人。另外一个，我们公妈康咪就是礁安、少安，那就客家乡。228发生的时候啊，我刚好出生3个半月，因为我父亲当天在民族派出所执勤的时候被人家抓走。听人家讲说，头城的妈祖庙啊，就是现在的庆元宫啊，前面那个大榕树下、啊，说挖了2个坑啊，那个人哦在那边枪毙，都踢到那个坑里面埋起来。我是42年次，228发生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以前那个腹地还比较大，就是在这边附近。豪哥的位置大概是在这边了，那时候小孩子感觉豪哥很大，1米多啊，1米多有，小时候的气氛就是这边就是禁地，
哦，我们小时候来这边玩，啊，小孩子都会聚集在这边玩，啊，大人都会讲说那边有鬼。亚团喺宜兰清代嘅实体慈义事件，也嘅后3年做事情嘅时节，係有特色条架，清代就會本人持條路。不過啲條擺書本分做任務，啥有可能會亡命，呢種事情也可以喺天陽地度但看得到。其实从今天的影片里面其实透露一个很特殊的讯息，就是在宜兰这个地方，虽然在座的3位都没有在说客家话，但是好像影片有传递一个讯息，包含张老师，对您的孩子也说，其实您也是客家的，有血缘关系，几分之几了。其实我很早，因为通过户籍资料就知道我外婆那边，我外婆姓杨她一个名字有个妹嘛，而且有写户籍资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那个户籍资料会有写啊。那宜兰这么多客家影片里面，吕先生也提到说家里有拜一个，对，就为什么会从信仰上面找到连结？不是，我是做族谱，我的族谱找姓吕的那个叫我们是少安，那是少安那个我是玉龙坊，姓吕的我们一共有4坊，玉龙坊是3坊。第三房，对，我弄个连结，我们有一个那个取名字的，像我是李字辈的，我父亲他们应该是学字辈的，那我祖父他们是传字辈的，所以以前假如是说按正常的话，我们中间那个字就是要学那个字一看就知道你什么辈分，就是按照族谱的对，但是后来就没有按照族谱，就搞不清楚了。那第二个我听我生父，也就是我父亲叫我祖父是叫阿叔。我当兵的时候在湖口那一边都是客家庄嘛，他们说阿叔就是只有客家人称自己父亲叫阿叔，这几个那个因缘呢，我知道说，我就是客家血，其实有客家血林女士，你自己家里头也是有个客家的这个背景。我小儿子他是念那个社会学系，他要写那个不管是论文的什么，就是要去找那个祖先的，他就去慢慢去找，原来就是客家，就是在宜兰的电台，那个会叫一个姓许，双人许，对我儿子回来说妈妈，我们是客家人呢，那是一个客家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闽南械斗就是有的是不敢讲客语，自己是，所以慢慢的，我们这一代根本都不会讲。我想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会发生的，真的会发生。我们从宜兰历史来看宜兰的那个三山国王庙三山国王庙的密度全台湾是密度最高的，所以很多人学者专家研究应该宜兰的客家人应该很多，而且是属于胡老客了。胡老客，因为我们在苗栗、桃园、新竹一看，有三山国王庙一定是客家庄，但是在宜兰有三山国王庙很多，但是弄好多客。了解。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陛下，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在宜兰头城发生的这个228事件，其实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侠怨报复这些不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是行政系统在运作当下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却成为这群人被执行枪决的原因。我接着想要就是请问就是吕松海先生，因为其实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的，就是那个吕金发先生在当地执勤的这位警察，其实就是您的父亲，也是您的养父。您有听过您的母亲聊过当时您的养父是为什么被抓走的吗？我那个父亲回来讲说，今天要早点吃饭，我们要跟长官他们去抓走尸。我妈妈回娘家听到了，她说
听人讲吼，掠走私吼，伊物啊吼，拢乌去啊。啊，你甲人撞了，你后盖人去落啊。他就这样没去，还跟那个罗阿头讲，结果2个都没去，因为他当时没有那个警觉，也没有那个，所以他到死前还一直讲说啊，那一些那个228出来，那一些人哦，也该死哦，那个他还讲别人，所以他家里头也不知道他被抓。因为当天戒大家都不能去，到天亮了，人已经被抓走了，家里头都不知道。只是说他7、8点应该回来吃饭的，怎么没有回来吃饭？那后来辗转透过他们的同事出来讲，然后昨天被人家抓走了。我祖父他们也不认识字，也不知道找谁，所以被抓走到被枪杀以前都还搞不清楚人到哪里去。那一天在头城那个被枪杀7个人里面事实上有4个警察，所以有4个警察。有4个警察，一个是叶丰谷先生，一个是李松海先生的爸爸李金花先生，另外一个是赖阿土先生，另外一个是曾朝乙先生这4个警察事实上跟那个罗大伟他们到当时的壮围海边抓走私有关系啦，因为抓走私按照道理那个卖掉还是怎么样，那个充公嘛，当做那个公款，结果有人把它装保私囊嘛，他们这几个警察基本上都受过日本教育，日本教育那个法律，那身为公务人员警察，这个私人的财物跟公家的财物要分清楚嘛，可能是我现在以目前那个资料口述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公报私仇了，就是那个中国话常常讲的挡人财路嘛。这个警察的高层跟当时地方的军人是怎么样子产生？就是我认为他是叛乱分子，所以我请军人去执行，因为警察不可能随便枪决人嘛。基本上当时因为从中国派部队来台湾的时候，有成立一个高雄有要塞司令，北部有一个基隆要塞司令，宜兰有派要塞司令有21师的一个独立连派到宜兰县，宜兰县他们这些军人就要执行所谓的清乡逮捕这些人民，事实上以很多资料来证明他们3月8号国军从那个基隆，然后到10几号到宜兰，事实上这个之前已经有黑名单了，而应该有名册了，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事实上有些道理我们现在搞不清，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为什么只有这7个人被打死？这个逮捕的过程当然有逼供，但是就是逼供不出来，他们也没有做违法的事情，也没有去杀人但是我现在也没有经过审判法院的审判也没有判刑所以这个执行的那个枪决，我想是很草率、很独断的了。你现在来看是莫名其妙。在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混乱的年代，又有战争，又有政权的移转，又有旧政权的这个思想持续，然后2个不同的观念在一个土地上爆炸开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冲突，诞生了悲剧。那接下来这一段，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发生在宜兰头城倩云宫前面这些228事件的受难家属们究竟在少了1个之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一个案呢，83年有4个目强的案件，国军20时脱离团用评论做理由来作业，到亚下嘅宜兰县筛检出关于安部，天日就本日辞世嘅。有嘅人本来係無常識嘅，
不过伫恐热，本人带上恐台查的恐责事件来苏南，本人做起来嘅800人，抢一杀无死。通讲苏南竟然赖阿图嘅秘书赖神武，还带到宜兰市。不过制作单位联络佢阿伯，佢都唔肯答应。他现在有严重的忧郁症，都怕接触到陌生人。制作单位无奈何，就将阿爸老强用喺苏南家属嘅李长海直接去拜访，对他处罚。但是我就不好叫他。当然，你的基本下不要靠近。挨着通讲，赖阿爸得到忧郁症，无想去出门，也无想去见人。挨着拜托阿爸老李长海先生签名各赐一拜。对，伊讲十几年无来看你啊。我甲讲你人唔好啊。大家嘅拜托过后，赖阿爸总算答应舒服咧。我到目前为止阮老爸无伫迄个状况也会安尼反复迄个影像拢出来。虽然我是无看阮老爸用枪毙的是安那迄落。经大灾故境情线索，赖阿爸将发现这个没有合格嘅系统。恁人讲是有过天窗的日子嘛？啊，外公是客人城嘛？劳动的客人城。阮外公的讲话我嘛感觉怪怪的，安那会甲宜兰的讲话无共款。腔调无共款。嘿啊，你插一条铁台。宜兰盐山县宜兰拢间谍全部客家。东山嘛拢客家。采访到亚下，还上基本的清代嘅成果，就係赖阿爸嘅笑容咧。头前嘅故事还蛮讲脱。家下还有讲到，本人做起来嘅800人，抢有一杀无死。其手係宜兰油田区嘅天星科长林金春。228发生家下，宜兰嘅情势咩动乱，外省来嘅警务科长罗太伟想要留台北来办救兵，向林金春打天波无成功，故所报严肃。后来的职务上，林金春是老水检处得过天花，本水检处团长认出来，其实无事。但无想到嘅係林金春嘅夫人林鄭元鳳阿婆，一下還喺啲頭上。好，你去走一走哈。我们的老家。袂记得啊，我都忘记了。你家入有无？妈，爸爸自细汉的时，就住伫遮大汉的。我结婚嘛，你结婚嘛伫遮？啊，爸爸迄个228的时啊。就是伫这间厝去上班，互掠去。别人拢呛说是他被救了，对，被救了所以逃过一劫。厝的上到病人下个嘅老婆讲得头白嘅故事。林金春3公228，在啲后部嘅拍摄恐怖时期，因为参加读书会老思想改错，本人做起关心2年。不过小一嘅屋卡人会过到样板。挨到婷婷阿姨转去教屋卡看下咧。这一道鱼是以前爸爸非常喜欢吃的鱼，是妈妈常常做给爸爸吃，然后妈妈教我的。那个时候我好小，那个印象比较模糊啦。在监狱中的时候，那个肉很少。他说，如果以后出狱的时候，他肉要吃得很高兴。伫外口嘛是买啊炖来当呢享福的呢。之前也是回来，到处被打压，所以那时候生活也蛮辛苦的。林金春老林郑元凤阿婆叫你个来的3个模嘢。阿婆也下做阿太嘅，子孙到身边，其实都同欢喜。挨到问到228嘅事情，其签名句想要攞头摆嘅片段接起来，不过就会冇办法完整。就像林金春并228老拍摄恐怖切口类嘅人生共用。记得啊，林金春，我先生我们结婚不久，我就回4号邮局嘛，上班不到2年，他就228被抓去。然后白色恐怖关了12年，回来就完蛋了，没有办法。
即嘛吼，即嘛脑筋吼差真济咧，记忆力嘛拢减少，还好大女儿在这边，大女儿每天都在帮我。采访尾1点钟诶，挨着伫阿婆再度谈到嘅话开始重复，今要记无买清楚诶。制作单位迄个记个重找重新摆放机。人讲太难不息必有后福，毋过对邻近村老母康人来讲，啥系下卡都苦难嘅开始。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那段 VCR， 其实是在呈现，就是林丽淑女士在父亲去世之后，很重要的一块生活的切片。我们很难去说这个生活究竟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因为更重要的讨论在于就是这生活如何过下去。想先请教您，就是，那一段228，再到12年间接入狱的12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你作为一个大女儿，你是怎么去思考228跟白色恐怖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被关了228之后，幸运的被救回来，然后因为那时候局长也不敢用他，就后来他重新。经过一番的奔波，终于让他复职但是必须要调到那个台东的电信局服务。说他又是一番的波折，所以调到那个基隆的海岸电台。为了要学中文，北京话，所以他去参加一个读书会。那个读书会他不晓得那个是一个谢雪红他主持的因为这件事认为他是228的不良分子，所以就抓他进去审问，一直审问，甚至于到绿岛也待了1年多，很苦，那时候很苦，都被刑求，所以导致后来爸爸就是有那个脑部有受伤，也都被刑求。那牙齿都断裂后来就有癫痫的症状。所以当时是妈妈一个人带你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在宜兰想办法过下去。妈妈就带我跟老二，我的就是2个老大跟老二，然后妈妈白天去邮局上班晚上又再去那个头城的五金行，蛮大的五金行。还有一家杂货店去记账，就很苦啦。就那时候真的很苦大家看到我们就是都不敢跟我们接近，大家都说很可怕，他们就说很可怕，都不敢来我家。从这边我想请教那个张老师那就您了解的状况，这2次白孔的原因，在林金春先生身上，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林金春先生，我记得20多年前去他刚刚影片那个老家去采访他的时候，事实上他很自然的展现出，我印象很深刻，他有点恐惧的感觉。恐惧，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之下，又那个恐怖的那个阴影之下，他的起跑点就输给一般有爸爸的起跑点就输给人家。他怎么奋斗出来？要怎么奋斗？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甚至于自己要为了帮忙家计小时候要去帮忙卖东西别人也会指指点点，因为甚至有时候固定的时间，那个情治单位也会来家里表示关心，所以这种情况我想那个是整个社会的开放，然后受难家属也是一步一步的勇敢的走出来，才从那个历史的黑暗角落这样走出来。我想我跟家属这样长期相处20多年，我是觉得他们的勇气真的，我们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无法去理解。确实。
其实啊，我们在这样子的谈论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历史伤痛，它所带来的影响，它不单单只是这个我们假想的受难人本人，或者是受难人最靠近的这个太太，或者是他的小孩，可能连周围这群围绕着这个受难者的人，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跟阴影下，度过了漫漫的岁月。我想接下来下一段，我们再看一段 VCR， 更深入的去看，在宜兰宜兰头城这一块228事件所产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详细讲阿爸做口述历史，行业董事年嘅想法，绝对是必要嘅。今日我哋要拜访嘅对象，第一摆见面就笑得咁欢喜，係我哋冇想到嘅。我们摄影大哥，我帮你。你还是到我家了。佢就係蘇南在一豐谷嘅天野某嘅農場蘇南，佢本人愛帶我哋來行看那回憶那條路。一開始就住宜蘭，我在宜蘭生的，出生宜蘭。小城可用嘅黃阿姨係個樂線嘅人，一路講講笑笑，天天才係慢慢集圈當年嘅司法地點傾研究，我哋岩池感觸到阿姨點清下來。我上次去永和吧，完全不一樣。你那時候站在哪裡？啊？你那時候是站？我不是啊，我沒有到這邊，小孩子啊就在那邊等啊。那就不曉得是在這邊還是那邊吶、啊？對，好像在右邊那邊，那個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廣場，在那邊收屍，好像是掏溪，知不知道？掏了，用偷的啊，那個血跟土的那個味道哦，一聞起來真的，現在還可以體會得到哎，啊，好傷心哦。70年前嘅總統，就算到野下行起強用總統，我是想過，黃阿姨嘅開容喺總統過後嘅慷慨，行起其實更加行較長。你是迄個葉姓嘿，對，我係查某囝。哦，我是迄個林金村的查某囝。哎呦，真的嗎？啊，真辛苦的。啊，我唔捌來插這個代誌啦。冇緊。我捌來插這個。啊，你爸爸好無？你敢是坐輪椅哦？媽媽坐輪椅啊，爸爸往生去啊啦。往生去啊？嘿啦。啊，其實我本來攏歡喜的，來到這呢。啊，就是不由得辛苦的。無經過面嘅兩三年，本來全無關係，卻因為共同嘅事件、無共同嘅記憶，產生相同嘅連結。佢哋講司法嘅人加上遠點悲傷，連事實都做唔得。喺地方人士路站上嘅協調下，將做地啲半夜條事實，帶轉去判後事。等人講嘅記憶，就像天使做嘅戲強用。平定記憶，阿姨帶我哋來到當年老阿伯運轉無卡嘅條路。就是觀察，就是行觀察這條路誒。我感覺是愛共問一下，這共又跟那邊會合了。父母邊那行哈。嗰個案究記唔清楚誒，經過2點鐘嘅問路，我哋總算做得尋到黃阿姨寫嘅事蹟嘅連沙總條邊先生。佢老我哋講，一位戲幾件幸福嘅阿姨嘅舅父就喺隔壁。這邊我現在那個時候是棺木是從這邊，那剛才那個廟旁邊這樣走到這邊來，好像這個房子跟那個舊房子是平行的啊。這邊有很大的這個廣場啊，在這邊做那個後事，在這邊辦。超過30年冇轉來，黃阿姨老母變咗一身哥哥嘅病嘅，唔過對父親一豐富嘅回憶係冇辦法改變嘅。一擺來宜蘭。那我一個重要嘅目的，就係天天黃阿姨去勞動，看見老太入朝前。
上摆见面是3-4年前的事情呢。到落龙的时节，团务的还落得太热，天好到司令台定爱到东九的叶爸爸，做到迫迫的，强样坚持无喺啲家务卡见面。阿基啊，嘿，先生，你当走路会好势？无好势啊，无好势吼。我坐轮椅，你看，我坐轮椅啊。哦，你坐轮椅吼？哦，你甲我塞啊，嘿啊。哦，安尼哦。哎呦，啊你会冷袂啦？阮无红接济啦，阮是无接，我靠我母亲的掉。阮阿嬷做家事，阮阿嬷饲阮，哎，阮妈妈做裁缝安尼啦。啊，阿姨照顾啦，到大家照顾啦。阿姨照顾真济啦。安尼尔，是我养母啦。因为伊会嘛。相依为命啦。啊，伊阮二姐会做查某囝，哦，啊，干那回馈都对啦。即摆讲回馈啦。我姊妹也好啦。日本天阳神院15地步有一句话，迄唔记得自家嘅名嘅，就会寻到种希望卡嘅路，也係爱总算啲嘅。怎么嘅头摆阿爸总会带定爱去拜访228嘅苏南地点嘅，可能係佢上心，我記得真有辦法種伏卡，我轉到伏卡，將做地帶定228嘅位處看到真相，我還睇後上，係這個上也係乜嘅意思。那我们在那个影片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叶风谷先生他的女儿，在一谈到228这个关键字的一瞬间，他其实是充满着对抗跟这个担忧的这个情绪。那我想说，就从这一边，我想要请教就是张老师因为其实你从地方做文史工作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想听听看您对于就是叶先生他的遗族这2位，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你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的这些时间里面，你有什么感觉？因为回想起来，连叶风谷先生他日治时期他就当警察了嘛，所以他的资历在宜兰算蛮深的一般的祈祷的风评也是一般警察，就是当时的给人家警察就是应该是奉公守法嘛他会牵涉到228，事实上那个真的没有去想象到，既然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儿子叶朝清、叶坤章，还有他女儿，当20多年前都到他家访问过那有一天叶朝清把那个228那个组织章程宜兰县的拿来找我，他说要成立这个了，成立那个228关怀协会。结果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积极的去找家属，然后成立，然后开会的过程资料，警察情治单位也会来，家属带一份回家，因为我想那是他们的工作了他的工作了。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不要说家属了，连我会怕，那整个社会的气氛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来讲228不是直接受难是那些家属，那些受难者跟家属，但是整个社会我是个人就觉得受难的，人民对政府不信任，人跟人之间不信任，甚至亲人之间也不信任，所以这个整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不知道张老师当时在做这么长期的20多年的整个地方整个228的事件的收集过程，你自己是怎么跟这些情治或特务单位的人员进行沟通的？那时候我们开会，情治单位也会来关心甚至于有一段时间不止我家里电话，受难家属的家里电话来咔咔咔，那个听的声音就是怪怪的了，不像平常的那个电话声音我个人是认为，如果他要有国安局来找我私底下找我直接就讲我的名字，他说我在做这个事情，他知道。我是觉得，因为这是做历史我又没有什么不违法的事情他说要资料，事实上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我准备一份资料给你。我想那是他的工作了解。像就是李松海先生在您父亲去世之后，那一段后面的时间，你是有在家里面感受到这种情治单位或特务人员来关心你或者来拜访你？没有这个部分。因为我父亲你户籍里面他是行方不明，他并没有弄。我知道宜兰调查站有去调查，宜兰调查站对，那有去调查，但是我户籍里面并没有讲说我是228家属。其实人事查核单位是隶属于调查局第2处，
那所以人事操演里面有一项业务，就是要列管那个一般家属、一般列管跟特殊家属。军中待过，他还是每一个人，你都是有一个档案嘛，每一个兵都有档案。你这个特殊家属有专门档案，你有档案，你退伍了以后就跟着走，这跟着走，一个是到警方去，你只要是一般的，你公务人员就到机关去。所以你只要是说列管了，那是日营随行，那一般人当然是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说你被列管，但是你这个档案是随着你跑。但确实有一个这样的系统，在这样子的时代事件之后或悲剧之后，对，它开始启动。主要一开始我们谈到就是这一群在庆元宫前面被处决的，真的是一般的老百姓，银行行员医院的院长，然后这个的通信科、电信科的这个成员，或者是警察，就是都是在地方上正常工作的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犯下任何这个抢劫、杀人这种大罪但是就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默默的被处理掉了，被处决掉了，被肃杀了。我想下一段我们再来看一下，究竟这群人在整个时代下，我们还能够留住多少记忆，是跟宜兰头城228事件有关的。因为也拜采访，来让巴总文艺还有制作单位拜访庆元宫同多摆。不过假所讲嘅头上228纪念碑，我哋一直都冇看到。经过李长海阿爸嘅带路，我哋总算看到诶。那个纪念碑，我们原来县政府他要设置纪念碑，那个是我当理事长的时候，228关怀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我建议的啦。结果庙方他不同意啦。那不同意我们后来就是说好，那你既然这边是你师弟嘛，我们就在外面。那所以现在做个纪念碑就在前面这里。那后来县政府做纪念碑以后，我们会来弄一束花，那个228的时候一束花来给它放着。看起来当简单嘅228头上纪念碑，出题伫2016年纪念仪式嘅日，变到真正嘅司法地点太沙头顺，杀下来嘅日呢就本人晒走，故时时嘅去到太鲁顺。反正爱迄苏人家说，心肝如果有极艰苦，因为个头上又寒又湿，家说个气氛本来心肝都有较小暖啊咧。我的照片在这里面。特定那种的。好像这伊啦。少年遐真是少年的我想这像也唔敢讲。这这民国几年的228。对书会啦，228对书会，只要有些2005年，228事件都也70年呢。对亚洲失去过抗人嘅遗族来讲，轻重要嘅是将有真相站在伫标下。亚下嘅人唔会讲因为做错嘅事情杀失去性命，唔过面对历史嘅遗憾，我哋按嚟做错误。228事件冇应该将係記錄，應該去幫後人來了解受難者留低條遺族，佢哋用生命講嘅故事。迄個冇面對，藍天就唔會強烈。剛剛看到那段 VCR， 你就會知道，假設在宜蘭頭城慶元宮的前面沒有這個228的紀念碑被揭碑，可能所有經過慶元宮的每一個人都不會知道，在慶元宮的這個前面，曾經有2個坑，埋了7個人。那這是一段心中可能是所有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但是也是因為這個痛，我們不能忘記有這段歷史。那更年輕的我們是怎麼去面對228的呢？我想這次我們特別邀請了那個張老師您帶着您的公子一起去進入228，所以你是怎麼看更年輕的年輕人，他們面對228這個歷史，他們
应该有什么态度，或者你建议应该要怎么样子跟他们接轨228才是更好的方法？因为我不是伊朗出生的，但是我来伊朗我要做的口述历史就228嘛，因为228当时资料你官方资料你根本看不到嘛，但是历史留在耆老的脑海中，受难者家属那，我就想说用用口述的方式帮忙记录下来啊，这是我当出发点，所以因为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关系，他们跟家属跟那个受难地点228可能有这一层的关系了，因为他这一层的，他有这一层的关系，他可能会同年纪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有那个感受。228已经变成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一种。现在我们把心情沉淀下来，回想起来哈，像类似我们今天这种节目，我是觉得用比较那个侧另外一个面去谈论哈，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让，甚至将来是不是228也可以用舞蹈剧啊、编剧的方式、影片的方式啊，还有说影片的方式啊，用影像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我们坚守我们那个民主，因为我们从那228到之后的白色恐怖，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存在是要保护人民，创造人民的幸福，不是去破坏人民啊。其实这也是说我们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这关系的就是怎么样子跟我们的下一代在沟通。所以我也想请教，就是林女士，你是怎么跟下一代说这件事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希望不要再发生。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对他们甚至于都不太想曝光啊什么的。还是会恐惧，我相信这个就是会对我们曾经在不同的访问过程当中理解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集团暴力造成的阴影，它其实不是第一代或第2代而已。对，因为您带着某一种看着自己的父亲走过这段历程的心情，你在跟下一代教育或沟通的时候，很难避免这种压力跟这种阴影的恐惧感。对。您的下一代他也会感受到您的压力，感受到您的害怕。是啊，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样。对。那就我来说，我儿子就好了。我是228纪念会的时候啊，我就找他，你陪爸爸去。他第一次来了，那来那种感受的那种气氛。他不太能接受，不太能接受。我自己心想哦，第一个，他从小接受的教育，228几乎老师从来不谈的，对，也不讲，对不对？所以他们脑袋里面没有什么228的事情。这跟教育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跟教育100%的有关系嘛？所以你这个东西是要做一个经验的传授，台湾不要发生这个事情，你教育要重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当一个这个执政或者是一个掌权者，他想要改变历史或者是抹去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些知识、这些书、这些人、这些声音都完全不存在。只要没有这些知识，透过文字、透过影片传递给下一代或更年轻的人，那么这一段历史就等同于不存在。那这样子的过程，在我来看，就是愚民的政策，把人民当成愚笨的。所以各位在电视前的观众们，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知识获得或者没有任何历史记忆的渔民吗？今天我节目到这边也谢谢3位来宾接受我们的访问今天听到非常多，也学到了很多感谢3位给我带来很多知识，谢谢，谢谢。